现在呢，农历5月份呢，啊，你看那个桥了，哦，桥堆了那么多了，你看那个水面那么高了，水位那么高了，还有一堆枯木了，枯木，哦，正前方南部的旧部古坡，朝龙宫，供奉5000岁。前方大树的后面，旧部古坡慈惠堂，供奉瑶池金母，远方画面正中央，远方西岭太子宫，太子爷宫巨大的神像在屋顶。北方红白相间的大烟囱职场，西岭职场。大桥东边大桥东边，名音的家吴晋怀的故乡仁和村，有名仁和村。南方八老爷，八老爷汝龙村，诺龙村啊，乳娘的家，诺龙村，乳娘的家，八老爷八翁村，诺龙村。现在才农历5月15过后呢，下了大雨以后呢，洗水溪，你看水位那么高，车子就不能过来了，挡住了，不能开车子不能开上来了，不能过桥了。你看桥面那堆那么多枯木啊，集水溪从那个白河那边过来的，有白水溪，另外还有龟虫溪，在那个新营顶窝那边汇合，然后转向南了，到延平郡王湖那边，往南要靠近那个柳营奇美医院北边那里，转向西到西岭职场，那边转向南，经过太子宫路段，然后来五间错古经楚路段，然后正前方就是旧部古坡路段，然后再往南到铁线桥路段，然后再往西，铁线桥在古代铁线桥港重要港口，到红内海重要港口。比较西边一点的港叫南头港，比较前方的港的南头港。比较里边一点的大港就是铁线桥。到红内海，古代到红内海3大港，北边盐水月经港，号称一湖2路3艋甲4月经的第4大港，清朝时期第4大港。港都一湖2路3艋甲4月经变港都了。然后南边就是新岭铁线桥港，再往南边就是集水溪，现在集水溪到铁线桥，旧了妈祖庙同济宫南边呢，就转向西。古代是继续往南的，古代的河道是继续往南，后来是改造才转向烂头港那边，再往西到学甲，到南昆生入北海，入北门，然后在北门那边入海了，入台湾海峡，到红内海3大港南边，南边还有毛港尾，下游中营毛港尾，有4大港啊。再往西往麻豆往那个南昆生的方向，往学甲的方向有个海埔啦，海坡地方户海埔的应该是麻豆港，东边的麻豆港，在麻豆武王庙东边，在那个台湾首府大学呢，
南边那个叫麻豆港，有这样4大港，北边盐水已经港了，再来往南，野线桥港，再往南中营毛港尾港，再往麻豆那边是麻豆港。这是到丰内海的港口。那如果往南边是台江内海，西港那边算台江内海，在台江内海北边的西港鹿耳门那边呢是台江内海，南边台江内海。